哦，咱音已经讲了嘛，即摆来讲技法。我以前啊吼，就是当入去，迄阵还袂结婚啦，当入去阮学校教册，就了少年吼，就拢学生拢头先囡仔拢招我去什么夜唱夜考夜游夜啥物啦，反正就是暗时拢招我处理就对啦吼。迄阵还袂结婚嘛，一个人就讲好啊，无来啊，吼，就讲吼，来老师，咱来去迄个啥，咱来去夜市啊，踅夜市啦。我好啊，咱来踅夜市啊。你知影迄个夜市，因就爱去听迄个话卖。哇，迄画面拢足厉害哇！哦，对无？紧来，紧看遮，看遮可以安尼坐火车，一年若365天，今仔日上好康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开始赔哦，299，让你听得长长又久久，看我听完还带你去喝喜酒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就是因为拢安尼画面啦，迄夜市啊啦。好，夜市阮就拽去，我有一个条件啦，去遐拢爱讲台语啦。哦，迄学生囡仔讲哪有问题？吼，迄当阵我打伫罗西亚，打转去台湾，迄学生囡仔话台语比我较好咧，迄若是安尼。阮就去啦，去了后夜市上出名就臭豆腐嘛，蚵仔煎嘛，再来米粉嘛，对无？吼，阮就去食米粉。先一个学生囡仔就讲，头家，我要炒米粉啦。头家讲一个，你要炒米粉？无来哦，真实的拄互伊，你知影？我就讲你，我毋知要安怎，对无？吼，这是这啦吼，是安怎啦吼，是安怎头家会甲真实拄互伊？因为炒米粉啊吼，炒米粉是迄动作，迄盘叫啥？米粉炒啊，迄盘叫米粉炒有无吼？是毋是安尼？是讲要炒米粉啦，因为是安怎？华语无分啦。华语妈妈在厨房炒米粉哇哈，炒完端了一盘炒米粉出来哇，是不是安尼？华语拢无分哇，但是伊一个是动作哦，一个是迄项物件，一个动词，一个名词无共。若无共的词类，台语一般来讲，拢会甲伊分两个无共的物件，伊袂互伊蓝掺做一堆安尼，袂输讲咱无分别共款哦。所以咧吼，你看你炒米粉咧，你讲米粉炒啦，这等下再讲。搁来吼。有一摆，阮去教育部开会啦，我甲一个年岁较大的迄个教授去，阮有做台语开台语的会，有一个迄个教育部的少年的工作生就来，伊就讲，老师，我倒茶互恁啦，倒茶，我来甲隔壁迄个老教授就最上一个，迄个老教授就问伊讲，你倒茶，你是要互阮啉嘛，无爱互阮啉啦？因为是安怎？天茶啦，就来啦，因为华语无分，你知影？入面嘛倒茶啦。出去嘛倒茶哦，倒吊哦，倒茶哇吼，但是台语咧吼，入面叫停啦，出来叫哪？倒啦，所以倒茶到底是要互阮啉嘛，无爱互阮啉咯，无爱才倒掉嘛，对无？入面是停入面嘛，所以咧你看，咩角啦，吼，咩角真济。你若知影规律啦，你若知影这个规律，咱头仔是讲名词、动词拢袂相像，对无？你若会晓台语的人，去学华语，足简单的啦。是安怎？因为华语是较分较无遐幼路。小学生啊吼，小学生有定定有即个白字旁的的，字部旁的的，甲即个的，回袂清楚对无？小学生是毋是定定回袂清楚？若有咧厝里细汉囡仔就知影，啥物时阵要用这哦。以前老师就安怎讲？哎呀，这个形容词啊吼，就用白字旁的的这个动词就用赤部旁的的吼什么什么，伊就安尼讲啦。小学生来听有啦，真简单啦，叫用台语念啦。红色的花，台语怎讲？红色啦，下花啦，那台语用下吼，就是即个的啦，红色的花啦。跑得很快，即个要怎讲？走安怎？走甲真紧有无？那台语用甲念的，就是即个的啦。若慢慢的走，迄个慢慢的走，慢慢啥？慢慢行有无？所以若是爱就用即个的啦，听有无？那用台语念下啦吼，红色的花，青就大间的厝，用下就是即个的啦。若走甲真紧用甲的就用即个啦。慢慢行就是即个啦，爱听无？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这根本就是无共的思维，你听啊？你听无共的思维，所以台语伊是一种语法的展现伫外表的迄种语言啦，就是伊的语法的展现伫外表。所以咧你一看分别甲足清楚的啦。好，所以安尼分就足清楚啊，对无？再来，年纪轻轻啊，年纪轻轻，选一个野手，选一个野手。
好，真好，大家拢选对啦，吼。啊，少年囡仔会回想啊，因为青年是一个对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但是你若用台语甲念，吼，加减会当辅助啦。这叫做啥？青色喎，年纪安怎？青，年纪安怎？轻对无？所以轻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，你来照相也是照相，吼，分袂清楚，来选第一个举手，选第二个举手。好，大家拢选对对吧？吼，因为这是真亲像的像啦，对吧？很像就是亲像嘛，所以这叫做啥？翕啥？翕像啦，啊，这叫做啥？翕相啦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爱多一个当然是这嘛。啊，胶带是胶带，选第一个举手。啊，选第二个举手。唔对啦，胶带咧，台语大字典是大旗的大。哈。交代伊大旗啊！这是华语啦，你有华语啊 ？OK。这华语啦，学台语上华语有无 ？OK。这不是台语啦，这华语啦，是胶带啊，是胶带。各位啊，恁个超咱两个拢选第二个，所以袂使嘛选第二个对吧？吼，这就是叫后面的这惯性定律哇！吼，啊头前两个拢第二个，一定第三个。你量看卖啦，这是代替是交代喎，代替喎，交代对吧？啊，这个是等待是等待对吧？所以是交代还是交代？交代对吧？所以要选第几个？第一个啦，我挑工解安尼，互大家。台语是交代呢，迄个是时代的代呢，唔是代呢，唔是代，系交代呢。太交代啦，吼，有啊吼，所以是这个啦。所以安怎？所以讲，因为台语是一个外显文化会走伫外口啦，吼，所以分甲足清楚的啦。所以马里诺教会啦，吼，马里诺教会是迄个啥天主教啊，吼。马里诺是天主教，伊是一个专门训练传教，伊毋是一个教派哦，伊是专门咧训练传教士会晓在地国的语言的迄个教的所在啦，吼。所以讲天主教传教士若要去台湾啦，吼，拢爱先去即个教会先训练啦，吼。啊，因出一本大英书典。伊安尼讲咧，来注意看，迄书典的迄个封面第一页就是安尼。然而，哪一种语言应优先学习？有许多教会团体以他们的经验建议，应优先学习台语，而后约3年或更多年之后再学习国语较为理想。是安怎？你知影？这是迄个马里诺外国传教士要去台湾传教，因的建议哦。是安怎？你知影？因为华语的语法其实甲英语共款，因为因到尾也揽伤侪迄个周围的语言，所以语法的迄个特色有淡薄仔失去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台语的含有揽较少，所以吼，其实伊相对来讲保留较侪迄种语法的物件。所以你若学台语学较好，你对语法的概念无形中啦，你无一定知影规则，但是无形中伫你的头壳内底有一个语法的概念啦。吼，所以因马里诺教会才安尼建议啦，吼，好来，好，就来哦，吼，所以呢，吼，所以啦，英语啊，吼，加 er 名词就变动词就变名词无 ，work 变 worker 有无吼，是毋是安尼吼？工作变工人嘛，吼，变形容词加 ly 变复数嘛 ，happily 有无吼？复数加 s 嘛，对无吼？现在进行式加 ing， 啊，台语有规则无？有人讲啊吼，啊，我袂晓文化，毋是讲了真好对无？是毋是大家拢讲了真好？啊，你是安怎还叫文化啦？各位啦，母语互咱的能力是啥物物件咧？母语互咱的能力就是毋免学就会晓讲，会晓听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无需要语法，你嘛会当学母语啦，啊，母语讲啊真好啦，对无？但是啊吼，那大人就无共啊，迄是细汉囡仔有母语的环境哦。咱的脑啊吼，囡仔的脑从3岁以前是另外一个脑，迄个有语言用另外一个部位啦，毋是另外一个脑，用另外一个部位。所以3岁以前，哦，所以3岁以前啊吼，咱大人拢惊囡仔家讲足侪语言会乱，对无？歹势吼，根据研究，囡仔迄当阵3岁以前，差不多你甲讲6、7种语言啦吼，拢袂会。拢袂会啦，迄是大人咧会啦吼，大人的借口，我甲伊讲的借口啦吼，大人咧会，人囡仔拢袂会啦，3岁以前，啊到14岁以前，佫是另外一个阶段，啊叫啦，愈大汉啦，文化愈重要，因为母语靠感觉嘛，语感嘛，就是讲咱对迄个语言有感觉，所以咱知影讲调工甲专工有啥物分别嘛，对无？这菜我专工料互你，甲我调工料互你，你要食倒一盘？专工留互你啦，是安怎？这菜是这拢你上爱食的菜，我专工留互你对吧？吼，啊若调工咧，
你上不爱食啦，对无？你不爱食咸，我挑工老咸要互你；你不爱食苦，我专工了苦的互你哇。所以专工甲挑工拢是迄个特别的意思嘛，特别留互伊。但是一个是好意，一个歹意哇。咱靠语感就知影对无？但是啊吼，若外国人要来学咧，敢会有法度靠语感？无法度对无？吼，也是讲像咱即马细汉囡仔伫遮出世的吼，你就一定要靠文法才有法度啦。所以你一定要知影一寡规则啦吼。啊，咱对迄个炒米粉、米粉炒开始讲起啦。吼，就是讲啊吼，你若讲啊吼，台语甲华语要互相通啦，因为即马阮伫台湾吼，囡仔拢华语较比台语较好嘛，所以一定爱甲华语有比较，大家才较好学啦。吼，来。所以台语定定迄个顺时甲华语倒变啦吼，啊拄啊吼，迄个我讲个对吼，这是华语讲额头，台语讲头晓哦，倒变对无？所以华语若讲台风，台语就讲华语讲尺寸，台语讲华语讲鸡同，台语讲华语讲热闹，台语就讲闹热；华语讲前头，台语讲头前；华语讲便利，台语讲里边，华语讲客人，台语讲人客。你若讲客人，都无共啊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啊，华语讲醉酒，台语讲华语讲醉酒，台语讲酒醉啦，有无？吼，酒醉哇，吼。啊，再来，华语讲北上，台语讲酒办啦，吼。华语讲鼻塞，台语讲10片对无吼？啊，华语讲命运，台语讲运命啦吼。好，再来就是讲吼，华语讲外出，台语讲出外人哇，吼，出外人哇。华语若讲习惯，台语就讲惯习嘛，对无吼？所以咧吼，伊有当时啊是安尼，所以华语若讲荡秋千，台语要讲嗨。千秋啦，啊，有诶所在讲公秋有无吼？有诶所在讲公秋啦，啊，有诶所在讲千秋啦。华语讲秋千，台语就讲千秋啦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华语讲红绿灯，台语爱讲，毋是哦。华语讲红绿，台语就爱讲青红灯啦。江边诶青红灯，若无你。我分袂清我青红灯啦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叔叔当时啊，有当时啊是咱毋知影理由，像这啊吼，这就是伊就是倒变，咱毋知影理由。但是有当时啊知影理由，因为伊甲语法有关系。咱对较倒来炒米粉炒开始讲啦吼，咱讲啦，一届是拄好啦，两届是呛厝啦，啊若三届就是有规则对无？所以我问大家啦吼，我问大家，卤白菜卤了就变做白菜卤，哦，煎蚵仔煎了就变成蚵仔煎，煎番薯煎了就变成番薯煎啊，啊到润饼到了就变成润饼到，啊所以控大骨控了就变成大骨控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华语的字，哦，你讲教哦，因为教育部推荐的汉字啊吼，足歹写的，写迄个汉字大家嘛看无，所以吼不如电脑嘛乱码，电脑嘛拢乱码啦，因为迄汉字较歹写啦吼，毋是较歹电脑拍无差，就是较复杂啦，所以写个电脑较清楚嘿，啊，所以啊吼，你看。是毋是安尼？动作若是主食的啦，主食的若是迄个动作，就是迄个动词会放大先。啊，若是迄个完成品，迄个名词无，伊迄个动词就放来最后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米粉炒、大骨控、白菜卤、蚵仔煎、番薯煎、润饼糕，是毋是拢安尼对无？啊，有人就甲我讲，老师，但是高尾鸡啥啦？高尾放头前。因为高尾鸡、蒜头鸡哇，手马鸡，像那蒜头、手马、高尾拢放头前，因为迄毋是，迄甲语法无关系啊。迄高尾嘛是名词嘛，迄种草，蒜头嘛迄个草啊嘛吼，对无？啊鸡嘛是迄个名词无，所以迄无差，所以拢放头前啦，安听有无？所以三杯鸡、高尾鸡、蒜头鸡、蚵仔有无吼？啊，但是若是有动作，佮有名词的，就会有即种顺序的变动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有当时啊是主法的问题啦，动词名词。啊，有当时啊是啥？有当时啊是动物的性别啦，吼，华语拢放头前啦。公牛无，去看过布偶斯无？啊，迄个 NBA 迄个球队个布偶斯，布偶斯在迄华语变哪款？
公牛嘛，对吧？公牛、母牛、公猪、母猪、公鸡、母鸡、公鸭、母鸭，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因拢是共款啦，就拢一个公一个母。啊，若台语咧，公鸡的台语要怎讲？鸡公是大只的，啊细只的就是叫做鸡公啊啦，吼，鸡公啊啦，吼，吼，啊若母的咧，母鸡台语要怎讲？鸡母鸡卵，但是我来问恁啦吼，鸡卵甲鸡母有啥物差别？卵较细只，还袂生两个叫卵啦，还袂生两个叫卵啦。啊，若生过两个变啥？鸡母啦。若要细只叫鸡公啊啦，啊，若大汉就变鸡公啦，鸡公啦，好无？咱才有分别对无？好啦，你讲老师，啊若吼细只的啊公的叫做公啊对无？吼啊母的啊吼细只的叫做卵对无？啊会当讲啊吼牛公啊牛卵无？袂使对无？是安怎？因为公啊甲卵，干那什么人会当用？干那有舌啦，啊两支骹的迄种的哇，家禽哇，干那迄两支骹，迄种会当用公啊卵啦。所以甚至有真侪时阵，你毋免讲鸡，因为阮兜等下开一只卵，你摕落去订铺啦，咱就知影是啥对无？吼，咱因为牛无可能用卵对无？猪会当用卵无？袂啦，羊会当用卵无？拢袂使，迄个干那两支骹咧，有时仔才会当叫公啊卵对无？啊，而且大只细只有分哦，对无吼？啊，若华语要哪分？小母鸡对无？你来去加一个小，啊，咱就是卵公啊，就拢知影啦对无？好啦，啊，你讲老师啊，啊袂当啊无牛要哪讲？牛啦，公牛要哪讲？你讲袂当讲公啊嘛？啊，公牛要哪讲？牛公啦，对无？牛公就是迄个公牛啊，公牛台语就叫牛公啦吼。所以牛条内搭牛母的是啥物牛？就牛公啦，就牛公啦，好无？牛公才会伫牛条内搭牛母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哦，迄就是咧讲咱无去甲外口争取资源，等到大家伫遐搭来搭去喎，牛条内搭牛母喎。所以吼，你看啊牛公是公的牛哦，对无？请问鸡仔会当用鸡公无？袂使对无？啊猪仔会当用猪公无？袂使嘛对无？啊若猪仔咧，公的要哪讲？猪哥啦，有无？看猪哥安怎？趁虫啦，看猪哥是有趁虫，虫的是猪啦，啊趁的是人啦，是毋是安尼？迄台湾上厉害看猪哥，有无？所以猪哥就是专门要来拍种的迄种的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公的啦，吼，所以啊会当讲牛哥、鸡哥无？袂使啦，啊若即马哥搁另外对无？是毋是安尼吼？所以咧吼，你看咱台湾啊吼，咱台湾迄若分公母哦。第一就是讲，咱的公母是伫后壁，华语是伫头前，有无？第二，咱大啥物，咱阁有分别啦，吼，像鸡，尤其鸡分甲搁较幼老，有无？吼，细只的、大只的，有无？吼，啊，像牛公嘛是牛专用，啥物动物会当用啥物，咱分甲足清楚的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说落来，有当时啊，顺时若调动，共款甲这主法共款，动词会变名词哦，吼，起名是摕来创啥的？面喙齿的，对无？起面就是摕来面喙齿的，有无？啊，所以起托啊，就是摕来托喙齿的，有无？托喙齿的，有无？吼，这写毋对啦，这是乌啦，吼，无改过。起托啊是摕来托喙齿，啊，网术啊就是摕来xuất网的啦。无啦，你一定爱，咱即摆咧讲迄个啥，顺时若调动，所以你一定爱用安尼记才会好去。起面就是摕来面喙齿，起托啊就是摕来托喙齿，网术啊就是摕来xuất网啦。啊，若雨刷啊，雨刷啊就雨刷啦，吼，雨刷。雨刷啊就是摕来xuất雨啦。啊，倒砍就是摕来砍倒，衣橱啊就是摕来煮衣啊啦，有啊，所以网打是摕来。大棒敢是，大家真巧，无叫我骗你啦吼。网打毋是即种的啦，网打是大人，毋是大棒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网打是大人，毋是大棒对吧？好啦，反正咧吼，台语有即种故事法啦。所以你若毋知影口罩的台语，你无叫人讲，真心啊，礼拜阮遮爱烫口罩呢。是毋是安尼？你阮遮烫口罩，吼。啊，口罩，你知影即种故事法？你就知影口这是摕来嗡喙的，对无？所以也叫做喙嗡啦，吼。啊，有人讲喙暗啦，还讲地口音啦，拢共款。嗡，喙嗡就是摕来嗡喙的，是喙暗摕来暗喙，有无？吼，所以就是即种顺时即种故事法啦，吼，定定拢会拄着啦，吼，定定。所以咱台语的顺时若调动，毋是干那迄个啥，就是讲
唔但干那意思会改变，连文化嘛有改变，所以台语是不是共款有规则伫内底咧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过来动词若加啊，就变鸡丝头啊！啊，咧装物件叫做装啊啦吼，啊咧开罐器有无？开美女罐啊，迄个叫做开啊啦。咧开的就叫开啊啦，咧装的就叫装啊啦，啊咧记的就叫做记啊啦，有人讲句啊啦，迄口音嘛吼，所以背包叫做。背包叫做英语叫 backpack， 有无吼？啊，台语叫卡棒，有无吼？因为英语注重是 back， 有无吼？后壁嘛吼。啊，卡棒我唔知影啦吼。啊，但是台语叫做背包是摕来派对吧？所以叫牌啊啦，对吧？摕来派叫牌啊，册牌啊有。册牌啊有无？册牌啊就是摕来派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册牌啊就是派册啦。所以共款这种故事话，一直落也有足侪啦，有无？是毋是真有规则？所以你若知影讲哦，你若知影这个规则，真侪物件你就会当照这个物件落去处理啦，吼。啊，若甲华语比较起来吼，台语迄动词的精密度啊吼，搁较悬啦。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啦吼，看外国人安怎讲台语讲甲，讲甲真好哇，我放袂出来，这变怎处理咧？选面顶个交类comment一下。哦，我唔捌用这个软体啦，吼。Yes 嘛吼。我甲伊讲，我拍摄，我给你做几摆。你是台语比中文还好，是不是？嘿，对，我拢讲台语较济。台语讲得比我还好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讲台湾话？来台湾差不多3年。3年。开始讲台语。所以你没办法说中文，是不是？有一点点，可是很烂啊。是你公婆还有老公都讲台语吗？我拢讲台语。我甲阮翁甲阮婆婆拢讲台语。所以台语的脏话你应该也很溜吧？有喏，我唔敢讲。阮婆婆看到等下，我等下厝叫美死。所以婆婆跟你说台语哦。对，所以你来台湾要跟婆婆住，你会觉得很痛苦？还好啊，拄开始感觉当然拢足奇怪啊。无方便啊，要创啥无方便啊。因为有家己婆婆还家无？还家好笑。他也比你好。一开始不习惯，一定会看对方不顺眼的啊。没啦。就忍耐是不是？还好，甲伊无啥物。刚有一天创厝是要啉水的时阵啊，我人拄好我来台湾2个月啊。我人来去山顶啊。我人走了的时阵啊，我要啉水去开水龙头啊，开要啉水，阮婆婆就甲扭啊，我袂使啉啊。我是安怎？我袂使啉啊，袂使就袂使。我甲伊讲，为什么用西班牙？我讲，就听不懂，伊讲话我嘛听无啊。我甲恁打电话互我人，你拄走1点钟尔，恁母啊，我互我啉水啊。对，因为是怕脏。台湾的一定要洗耳。哦。对啊。这是过滤的意思吗？煮过。你懂好多啊！超棒的，好厉害！那你会这个字吗？我会啊，你啊。我会呀。所以这边是虾米哦。不是，这边就另外讲，织泥啊，猪泥，但是下水就是水，就是要把水滚开。就是 only for water。也 only for water，所以你去菜市场，你可以跟全部的欧巴桑用台语聊天呢。嘿，拢会使啊，无问题啊。他的手势还蛮适合的。可是欧巴桑看到你是外国人，会不会很惊讶？拄开始阮去买物件，我拢袂讲话，因为我要知影伊即摆看到我一个阿肚仔面吼，看卖伊讲我会歹话无。你是台语比中文还好，是不是？嘿，对，我。
啊，结束啊，结束啊，无啊，迄大影是安尼尔，各位啊，所以吼，恁若是迄个啥，若是人工啊吼，咱的时势行着路哩，结果拄着一个外国人，台语讲啊比较好，你会感觉？歹势嘛吼，所以对啦，就是台语真重要啦。哎，头仔讲啊吼，煮面台语要哪讲？煮面啦吼，其实毋是安尼啦，吼，伫兄水甲煮面中间啊吼，也袂较紧的啦，毋是兄水了就煮面呢。沙面。水爱安怎？滚。啥物面？煮面有两种哦。沙面。沙面啦，对无吼？是毋是安尼？沙面煮面有无？大家咱唱歌就唱着沙面煮面有无？对吧？沙面煮面啦，就是迄个啥，迄个啥，咱有三个步骤，咱要甲迄个面煮较好，有三个步骤啦。第一个步骤，水先掺落，火开落，安怎？行啦，对无吼？行是 only for water， 外头有讲无？啊，搁来吼，沙甲煮有啥物无共？沙吼，对啦，第一沙是无淋物件，敢若放迄项啦。你若要沙面就放面，沙水饺就放水饺，沙青菜就青菜蛋类嘛吼。搁来第二就是啥，拢无放其他物件。第二就是伊迄个水是无爱的，你烤起来有无？烤起来，迄个水就无爱对无吼？若煮咧，第三关才是煮，就啥物拢甲掺落啦，有无？所以你看。咱的台语的动作啊，分甲足有路的，所以我头仔讲你一定要先学台语的成分。你看行水嘛吼，迄个啥，沙就干那迄个一项物件，煮就是啥物拢有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咱面煮好啊，咱对即碗面吼，咱讲面啦，糜好啦，吼，糜控好，也是讲汤啦，汤煮好啊。咱有几对待即个汤的方法，样甲较有啥物无共？样汤甲较汤有啥物无共？你讲我拢共款啊，拢共款就袂做两个事啊啦，吼。样甲较有啥无共？较大啦，吼，样较细啦，嘿，较其实是安尼，上主要差别伫遮啦。我问各位，倒一个有料，倒一个起来有料，倒一个起来无料？较起来有料啦，样起来无料啊，样起来无，若料咧？你看哦，料。卡对伊的深浅阁无共啊，咱对即碗汤啊，毋若安尼哦，毋若深浅尔，若起来敢若料无汤叫啥？糊啦有啊吼，糊啦有啊吼，敢若你看吼，料是无爱啊嘛，上面顶迄哦，迄叫料，中有两个哦，一个叫做糊，就是敢若料对吧吼，一个叫做样，就是敢若汤有啊吼，若卡就是汤甲料拢有，你看。对一碗汤，咱会当做四种无共的动作，有有咯无？有啦吼，所以吼，外国人真会啦。搁来头拄仔讲啊吼，煎甲直的分别就是迄个啥，就是迄个细力大力嘛吼，入声。即摆讲啊吼 ，K， 哦，公车来了吼，车上人很多很挤，台语叫做真 K， 对吧吼？我好不容易挤上车。生去有无？哦，客甲钱有无？客是迄个形容词有无？形容迄个足客迄个动作，迄状况啦，状况无？形容词无？动作就叫钱有无？所以你看钱甲值是共款动作，所以伊足歪有无？客是完全无共的动作，所以迄个客甲来。我感觉迄个钱甲值是无共款，因为钱就是钱入去，值是值出来。哦，这嘛是一个分别啦，钱要互出来啦，吼，钱要互入面对啦，吼，即种意味伫咧啦，吼，所以咧吼，咱讲就是类共伫台语内底若是类似的，就是讲有迄种比较的情形哦，有比较的情形，毋是讲你凊彩摕一个就讲这样，有比较的情形啦吼，有即个规则就是讲啦吼，动词啦、形容词属性无共，台语就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表现，袂互你花啦，连伊即个嘛。就会当做动词、做名词、做形容词，啥物拢用即字来买啦，咱袂哦。所以咧吼，钱甲客啦，若来，你看吼，这倒角左脚掀了起来，有无？叫啥物？跳起来有无？跳起来有无？掀开一本书叫做掀啦吼，掀有无？跳起来甲掀起来有无？吼，跳甲掀是啥物无共？跳是家己跳啦，跳是家己跳啦，好无？两个拢动作嘛，但是跳是家己跳起来，好无？
掀是去互掀起来啦，有无？互掀的啦，一个主动，一个被动啦，吼。所以先饲了泥地，该拖来是翘起来，是掀起来。掀起来啦，对无？吼，先起来你是掀，因为是安怎？是去防掀啦，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台语主动、被动有分啦。哦，若华语讲拔剑啦、拔草啦、拔萝卜啦、拔河啦，有无？吼，拢用拔啦。台语啊吼，若拔剑叫做啥物动作？叫做背剑啦，有无？好，咱讲过咯，背剑对无？若拔草咧。烤草、挽草，看你有用鸡丝头啊无？烤是用鸡丝头啊无？吼，若挽嘛吼，所以背、挽拔河咧。扭梢啊，扭大梢啊，扭大梢就是拔河哇。扭，你看我三个动作其实足无共的哦。背剑是安尼对无？挽草是安尼对无？扭大梢是安尼对无？三个动作都无共，但是华语拢无分哦，拢拔。对吧？拔草、拔剑、拔河，台语就三个完全无共的动作哇，是毋是足有路的？所以拔萝卜是爱用啥？无啦，拔萝卜。烤嘛吼，嘿，烤会使啦，甲草仔共款啦，吼，甲草挽嘛会使，烤嘛会使，吼，就是你若有用鸡丝头啊，有就可能用蚵啊，是用烤，看你对迄个菜头做啥物动作，你看，咱着拢有无共的动作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足有路的啦，所以剪较工，剪头毛甲夹头毛敢有差，敢有无共？剪头毛甲夹头毛无啦，无共啦。剪头毛甲夹头毛拢有人讲嘛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剪头毛、夹头毛拢有人讲，但是事实上有分别的所在伫倒位？我问各位，若大机的更紧，咱要用机械甲用发长，迄号做夹也是剪啦，有无吼？所以剪就是较大力啦，吼，较大力无较幼路啦。所以剪纸是夹也是剪。夹啦，夹是真幼路有无吼？迄个啥？台湾有一种工艺啊，叫剪黏。剪黏是啥物物件咧？迄就是苗栗迄个龙啦、凤啦，有无吼？立体迄种要甲做起来。所以迄种诶爱用鸡丝头辅助，所以是剪也是夹。叫剪黏嘛是夹黏。剪啦，对无？所以就叫剪黏，有无？所以剪甲夹伫台语内底是有分的哦。一个是较大力，较粗，一个是较幼路，有无？所以剪纸叫做夹，对吧？吼，若有甲字咧，华语拢折喎，折衣服喎，吼，折起来吼，有甲夹，华语拢无分啦。台语啦吼就分有甲夹，有甲字啦，有甲字有啥物无共？字衫啦吼，你若凹衫是啥物情形？若讲凹衫是啥物情形？凊彩就就咧啦，我细汉啊煮衫，阮母拢个含糜啦，那个凹凊彩凹咧凹咸菜哦，有无？煮就是一定爱煮互精济啦，若凹就是较凊彩嘛袂要紧啦，有无？所以煮甲凹白白迄个动作哦，台语有分，华语无分啦，对无？拢折嘛，对无？所以有一摆阮弟弟甲我讲啊吼，哥，吼，恁查某囝吼，恁查某囝吐出来啊！哦，吐出来，然后细汉囡仔拢知影，囡仔吐足麻烦的哇吼，因为第一你爱洗伊的衫，足臭的，我搁洗被单什么，搁吼吐出来就是身体无爽，快去看医生嘛吼。我就足紧张，我就眼看，唔对啦，呸出来啦，呸出来，一嘴饭呸出来，吼，我就讲呸出来啦，毋是吐出来，阮小弟仔讲，我毋是拢吐出来。对无？华语拢吐出来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伫胃内底出来嘛，吐出来；伫喙内底出来嘛，吐出来。被动的嘛是吐出来，主动的嘛吐出来，有无？咱台语啊吼，就会分吐甲屁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无共对无？无共对无？所以我就来讲吼，出迄个华语就是出这个羊，出那个羊，对无吼？拢是羊对无？羊啦，台语有两种羊呢，象甲啥？象甲啥？猫啦，象甲猫啦吼。迄医生啊吼，若袂晓台语啊吼，迄问诊啊吼，咱讲吼羊哦，什么样的羊对吧吼？其实象甲猫有足大的分别，所以伊的病啊吼，你若家己讲象还是猫，迄绝对判断的方向会绝对无共对吧？有啥物差别？有啥物差别？若起凊毛叫做象啦吼。若有破空讲话，猫对无？是安怎？因为象是伫内底长出来啦。
啊猫是伫外口猫入去啦，所以哪有破皮是表面破皮哇，所以是哪有头猫猫哇吼，啊人甲你猫嘛是伫外口哇，啊你若食虾啊食什物过敏啊起疹无，是内底发作迄较严重对吧？所以吼较上啦，有无？吼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这个你看伫内底发出来甲外口入面原因无共哦，但欢喜拢阳对无？咱就有足大诶分别对无？好来，所以呢吼爱甲歹有啥物无共？爱甲歹有啥物无共？爱甲重，爱无重，爱嘛咱爱出重诶啊，对无？爱啊你100偌kg咧，体重要叫我甲你爱哦，对无？爱咱足重诶。爱是人，爱是人啦，爱是人啦，敢咱人用爱啦，啊物件用歹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妹妹白做洋娃娃是爱还是歹？爱啦，是安怎？因为伊甲迄个洋娃娃当做啥？人啦，当做一个囡仔，所以用爱对无？啊妹妹白做洋娃娃其实歌词写了有淡薄仔。所以变成规啊歌，你知？阮拢去讲笑啦，讲笑的啦，阮拢就规啊歌。你想啦，你看，妹妹背着洋娃娃，走到花园来看花，后一句啥？娃娃哭了叫妈妈，迄个洋娃娃会哭了叫妈妈，惊死人，就看有鬼对无？就即月时哇，是不是安尼啦？当然迄是歌词是安无说，是迄卖唱。真侪世界拢有真侪囡仔歌是无一定适合囡仔的啦。你知影有一条英语的囡仔歌是啥物？10只高山啊，伫树仔顶耍有无？啊，一只酷鱼来啊，啊，食掉一只有无？吼，剩9只有无？啊，搁来搁食掉一只，剩8只，7只，食到无半只，最后，迄条歌嘛足恐怖的啊！酷鱼食高山啊，慢慢一只食。啊，搁来啥物 ？Lady bird fly away home， 哇，有听过这条歌无？迄个叫迄只 Lady bird 有无？吼，迄个臭牛仔无？紧转去啦，因为恁兜火烧厝啊啦，烧甲个囡仔拢烧死伫内底啊啦，烧甲下家啊无半只啦。有恐怖哦，迄较有适合囡仔，吼，迄袂要紧啦好。所以妹妹白做洋娃娃是爱啦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欢喜讲找钱啦，吼，啊找钱甲找钱，啊咱台语啊吼分找钱甲找钱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找甲找啊欢喜拢找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啊找甲找有相像无？无共啦，吼，啊你若要叫伊甲迄个物件留咧做 tip 吼，做小费，安尼迄是找也是找。免走啊啦，吼，咱会讲免走啊啦。啊若吼，咱鼓励涂骹咧，啊你钱落落啊，咱会叫啥？找啊啦。所以免走甲免找有相像无？无相像着，但欢喜拢甲你讲走啦。吼，这嘛走，迄嘛走啦，足无有路的无？啊平平是烫伤啦，下着、烫着、烧着，有啥物无共？原因无共啦，对无？吼，原因无共，下着是敢若啥物物件才会咱讲下着？空气啦，对无？吼，气体啦，吼，就是水气啦，上接就是水气有无？吼，下着烧就是啥？空气啦，吼，你无直接接触着啥物件，就是空气互你烧。啊，烫着咧，烫着甲烧着啥无共？烧着是啥物物件？火啦，你直接捂着火会受伤，叫做烧着啦，吼。啊，若物件固体也是液体有无？吼，迄烧烧的铁啊啦，烧烧的滚水叫啥？烫着啦，所以你看。所以医生若会晓台语，伊根本就问第一句了，毋免你若讲啊，我著下着啦吼，毋免去问讲是安怎受伤的对吧？啊，若用华语咧，啊我就烫伤了啊，啊伊就说来去问讲吼，啊用被什么东西烫伤哇？因为华语的烫伤无迄个信息伫内底，咱台语做幼路的，所以拢有遐个信息伫内底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讲吼，你若会晓台语的人啦，你看迄个动作分甲。足有路有无？所以我甲伊迄时阵，大家拢要开医学台语，全台湾所有医学大家拢要开医学台语，因为迄动作是无共哇。咱老讲上甲猫，屁甲吐，吼啊，什物烫着、烧着、下着，有无？吼，来，这错解，搁较复杂的动作来啊！我问各位吼，咱会当对囡仔做真侪动作对无？伸落、烧落、摔落、拍落、扒落、拱落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对囡仔做真侪动作对无？吼，但是啊吼，哦，咱来看吼，我先来写罗马字，你若先来袂写汉字吼，因为吼。声音的物件用罗马字看会出来啦，啊用汉字看袂出来啦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看吼，咱头摆规则就是啥，生做足像的，一定有伊像的原因，对无？啊，甲伊既然用无共字，一定有无共的所在，对无？哦，所以咱毋免比摔甲拍有啥物无共，是安怎？摔甲拍生做安怎？完全无共嘛，咱台语讲毋通啥物比鸡腿，
蓝趴比鸡腿对吧？唔免 LP 比鸡你袂当，所以伊若要摕来比较，一定会顺先倒去先来。鲜类甲烧类有啥物无共？鲜类甲烧类有啥物无共？一个是爱用啥？一个用手啦鲜啦，啊一个用鸡丝头啊有无？用扫车啊有无？用车啊啦，用竹仔机啊有无？甲烧落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鲜类甲烧，一个有用鸡丝，一个无用鸡丝。啊，另外一个无共是鲜类啊吼，受辣的迄个物件所以你甲鲜类对吧？所以无人讲鲜尻川是安怎？因为尻川袂安尼好无？安尼我鲜脆皮，因为脆皮对吧？所以受辣的一定爱所以要鲜，而且是用手对吧？啊，若烧落是你摕来出辣的迄支物件是毋是安尼？摕来哇，你迄支车啊摔落烧落啦。烧落你就哇，是毋是安尼？毋是迄个物件，所以你会当摔小尻川嘛袂要紧对吧？好，所以那个烧甲鲜拢共款即个动作，但是嘛有伊无共的所在。啊，所以伊拢生做足歪哇，鲜烧啊。好啦，啊烧甲摔咧，烧甲摔有啥无共？烧落甲摔落有啥无共？摔是毋是爱用一边啊才？摔烧嘛是用鸡丝，摔是有一个挑的动作啦，挑转来的动作哇，叫摔哇，所以摔足紧的有无？摔足紧有一个挑转来的动作哇，无一定倒一个较疼，有挑转的动作无一定就较袂疼哇，啊看你大力细啦，所以摔就爱有一个挑转来的动作哇，啊烧就直接好去啊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啊是毋是拢用鸡丝头啊？所以是毋是肾烧摔有共同的所在，所以生做足像的对吧？啊，所以咱就摕来比，啊，咱拍爱比啥？比巴啦，拍甲巴有啥无共？你注意听我音哦，咱第一节课就讲声音对吧？来，拍甲巴有啥无共？拍甲巴，无巴来咱就大喇叭，来咱就出喇叭对吧？来，注意听我声音，注意听我声音，注意听我声音，巴落，拍落。毋是当底啦，是偏忝啦，嘿啦，巴落是较忝的有无吼？较忝的有无？所以伊一定爱啥？受力面积较大有无？巴落是毋是受力面积较大，发出较大的声音才叫巴落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拍是无较忝对吧？吼，所以伊受力的面积较细有无？爱听无？所以巴落、拍落无共，巴较大声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伊受力面积较大嘛，所以用那个有无？啊，所以咯，啊讲咧，讲甲拍咧，无使好讲讲就是大力头，用鸡丝头啊，我咧讲嘛，对吧？咱头仔讲有往的就是大力，有无？是毋是最有路的？是毋是？你看，这动作敢若一个动作分到遮有路，而且伊若写到真亲像的，拢有关系。哇，是毋是足有规律的咧？啊，佮来啦迄物件拼来、害来、弹来、牵来、结来，啊，手势了响响咧，哇，有啥物无共啦？有啥物无共啦？我问各位啦所以你看牵甲结有啥物无共？野球的投手是牵球还是结球？牵，咱拢讲结球还是牵球？有啥物无共？有啥物无共？牵结，结敢若牵就是甲淡水淡水尔，结可能就是要食目标，有一个目标啦，有一个目标啦，对啦，有目标甲无目标啦。虽然有目标，有当时嘛会等唔对，对吧？等去咧讲迄个人，是毋是安尼？对啦，无毋对，牵甲结就是一个有目标，一个无目标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弹咧，弹较凊彩无？弹过来，弹较细力啦。对吧？牵结拢爱较大啦，哇！牵结是安尼哇，啊，弹凊彩弹嘛袂要紧啊，哇，弹对无？啊，我问你啊，害过来有啥物无共？侧面。嘿啦，害就一定要有一个即个动作啊，你知无？即个动作才会当害过来，是安怎？因为害啊吼，你若害千秋有无？一定要有一个有一个支点，啊，一下摇来摇去的动作，才叫做害哇。所以呢害千秋啦。害过来啦，一定要有一个这种动作，才会当害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啊，向咧，害甲向有啥物差别？
向嘛刚好有一个旋转的动作，但是伊安怎？伊较短喎，对，安尼啊向咧喎，向我打喎。啊海是大力啊，较大力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啊我问各位啊吼，伫桌顶撒起来、捏起来、摕起来、赶起来，倒一个上少？倒一个摕上少物件？捏啦，因为安怎？捏是用啥物款的工具？两支剪头啦，有无？所以捏起来是毋是上细对啊？吼，捏啦，安尼叫捏啦。啊，我问你哦，沙甲摕倒一个较济？沙较济啦，因为是安怎？沙就是迄个哇，中沙哦，沙就是安尼沙去哇，沙有迄种动作哇吼，对吧？啊摕是一竿啦，一竿就是安尼摕哇，沙啦吼，啊竿咧。我一定爱有一个互你寒的所在喎，吼，咱讲寒哪加烧金喎，吼，一定爱寒咧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，吼，你看，迄动作安尼捏，吼，摕、沙、寒，变要甲物件是倒顶摕起来，都无共啊，对无？所以倒顶啥物感？捏感啦，平常代志真简单，对无？所以倒顶捏感的迄粒感啊是大粒啊，细粒？细粒的啦，你才会当用捏的喎。你若遮大粒的捏袂叮当啊，就是捏啥物感对无？所以倒顶捏感，迄个感啊一定要足细粒，表示代志真轻松对无？吼，足细，所以倒顶捏感，伊毋是就是讲倒顶三感哦，迄个足大粒的对无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倒顶捏感啦。啊，若担一个拿一个转一个，拢是喙舌的动作对无？担一个拿一个转一个，有啥物无共？倒一个上细，接触的面积上细。担一个，因为担就是喙齿无长弯，无弯翘，用迄个指尖有无？用喙齿上头前安尼担一个安尼尔有无？啊拿一个咧，拿一个有小可弯对无？小可拿一啊，好无？喙齿已经有凹弯啊，但是啊吼担就无凹弯啦，啊拿一个就有，啊若转咧，所以狗仔表示对咱的亲切用担嘛是用拿是用转。追啦，狗仔就袂晓转啦，就是来来，转甲规身躯拢喙烂无。迄细汉囡仔甲你针啊吼，迄就是真正甲你针无？因为针了拢喙烂无？迄细汉囡仔，因为伊是真正甲你针。啊，愈大汉啊吼，愈青疏无吼。啊，你有当时啊吼无摸着啊，你嘛算针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所以狗仔甲囡仔共款啦，拢足侪情的喎，转啦，有无？吼，所以呢吼，足有路的啦，实在有够有路无？吼，担一个吼。拿一个转一个，担一个华语要安讲？甜啊拿一个咧。啊，咱是运对无？吼，咱个运阁无共吼，有无？运添石啊，有无？所以你看，咱台语有较有路无？啊，过来，你看迄医学名词就好。我问各位哦，喙齿、空凹、扁白、吐，倒一个程度上去？喙齿是啥物件？喙齿就是讲吼，你若有人遮破病啊，是食药啊吼，喙内底有一个迄个替身的味有啊吼，有一个抹的感觉，啊有一个味有啊，迄叫做喙齿啦，迄叫做喙齿啦，毋是大家拢有即种经验，所以无一定大家讲喙齿。喙齿是安尼啦，啊也无甲啥物，就是无爽快的程度袂啦，啊就是你食物件我无啥滋味安尼尔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迄叫做喙齿啦，啊空凹甲扁白倒一个较艰苦。扁白较艰苦啦，因为空凹就啊吐袂出来有无？嘿，安尼至少有迄种。啊扁白就是伫遐夹伫遐滚哦，迄足艰苦的有无？所以喙齿啦、空凹啦、扁白啦、吐啦，是毋是分甲足有路的？分4个赞词呢？英语敢有分4个赞词嘛无啊？医学名词嘛无，对无？所以台语啊吼是一个足有路的物件，伊毋若是讲文化的功能。艺术的功能，拢伫外表拢看会出来，而且动作分甲足有路的，对无？所以咱若会晓台语咧，就是迄足清楚。来，我问各位，倒一个上上是安怎？因为有3字嘛，对无？啊，我问各位吼，来，甲倒一个上无上无因为敢若一字对无？迄个就是讲吼，一个囡仔咧学迄个写字嘛。啊，先生甲伊教讲吼，一就是一嘛，一怀；两就是两怀；三就是三怀，好下课。啊，伊等于就讲吼，爸爸，我今仔学晓数字啊。爸爸讲好，你帮我写字互万算钱啊，姓万的啦。哇，啊早起去写中昼，妈妈去甲看。啊，咱还袂写好，伊讲万啊，画1万画，我才画6000画尔，万算钱哇。
吼，就是讲吼，三支上红，因为三支嘛，啊，一支上无红，因为敢若一支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咧吼，若要比红，更较红，就是红，对吧？四支，啊，若要更较红，就是红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毋是啦，毋是啦，倒一个上无红，倒一个上无黄，红甲黄上无红，上无黄啦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个老师证明啊！头前会当加小可啊、淡薄啊、溜啊，是红还是红？红啦，小可红，溜啊黄，淡薄啊白，有哦，是毋是安尼？你会当加迄种程度真轻的形容词，表示复数的，表示讲啥？表示讲这是迄个啥程度较轻的对吧？所以因为华语无三连音，你知影？你会当讲啊，他今天穿的红，会使无？袂啦，华语无安尼讲对吧？所以因两连音就是红啊，就是强调啦。所以讲红红的太阳下山啦，哇，红的太阳就是啥？红的已经是强化。所以华语伊无弱化，伊无弱化，程度较低伊无，伊敢若强甲普通安尼尔。啊，咱台语有强的三字的，弱的两字的，普通的一字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两字连倒上无红哦，我会记吼。好，啊，再来开，动词阁无共，因为一字的是动作叫开，对吧？开门嘛，吼，开门嘛，你袂当讲门开，袂使嘛，对吧？吼，门开，伊是门开，也是开，对吧？吼，所以若有动作的时，伊一字是动作，那两字咧，开甲开，倒一个较开？开啦，啊开是啥？较小可啦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吼，这佫无共情形啦，吼。啊，另外一种情形叫做 ABB 构思法啦，就是第一字共款，后壁共款。啥物我要用罗马字标现，我念互你听，你就知。白白乌心，乌妈妈，乌蛇，乌碌碌，乌噜噜，到底真差伫倒位？敢若一个是正面的，倒一个本底就是正面的。乌心啦，有来啦，乌心是正面的对无？啊，乌心，我会当讲，哎哟。你今仔的衫穿甲乌心足水的，会使无？袂使啦，衫穿甲乌心，衫袂乌心啦吼。敢若啥物物件才会乌心？头毛啦，乌心敢若会当用伫头毛，伊就是迄洗发精广告的，乌黑亮丽、有光泽、有弹性的秀发，哇！遮侪形容词伫华语，大概只要三字就解决啦，叫做乌心哦，会心啦，哇！会心哇吼，迄就是乌黑亮丽、有弹性、有光泽哇。所以乌心是敢若正面啦，吼。啊，我问你哦吼，乌妈妈甲乌蛇啊吼，倒一个是红的意思？暗红。乌妈妈啦，吼，甲这个华语有淡薄是乌漆嘛黑哇，乌妈妈是红的意思，伊毋是真正乌，啊乌蛇咧，垃圾对无？啊，若囡仔乌蛇甲乌碌碌，你要互倒一个入门？乌蛇啦，对无？迄囡仔若转来乌蛇，吼，你来讲，你若用甲乌蛇紧去洗对无？啊，若乌碌碌咧，你若用甲乌碌碌，外口强的，这入来莫甲打进门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两个白垃圾到底乌碌碌甲乌蛇差袂多？毋是较垃圾无啦，乌蛇甲无垃圾，有啦嘛，足垃圾的。一个安怎？淡啦，一个有水，一个无水无？落果仔糜哇，落果仔糜，乌碌碌，迄个落的音就是有水嘛，吼对无？淡的啦，有水佮垃圾，所以乌碌碌就是乌蛇佮淡，好无好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。拢是乌开始的对无？结果无一个真正是乌色的，你咩暗啦？乌妈妈是暗无吼，乌蛇是垃圾，乌碌碌嘛垃圾，无一个真正是乌色啦吼。啊无豆油的乌要安怎讲？乌噜噜啦，乌噜噜是真正乌色啦吼，伊无啥物好嘛，无啥物歹啦，乌噜噜啦，豆油一罐乌噜噜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白乌有无共无？有啦，差足济，连咪垃圾，连咪暗，连咪乌色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佮来啦，白苍苍，白泡泡，有啥物无共？白苍苍，白泡泡，白闪闪。哦，有啥物无共？都吼，那囡仔的面是啥物？白泡泡啦，囡仔的面啦，白苍苍就安怎？惨嘛对无吼？所以你莫学咯人讲，哎，你囡仔来遮白吼，白苍苍哦，吼，要去看医生啊，对吧？要去看医生，
迄可能会有问题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囡仔白泡泡啦，白泡泡是啥物意思？迄毋是真正白色对无？白色毋叫白泡泡，白泡泡其实是粉红粉红、红加红加哇吼。所以这想要甲亮看卖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迄叫白泡泡，毋若白，还有粉红色，还有迄啥撩起来，还有诶，对无？白泡泡啦，吼，有无？吼。所以白泡泡是正面的哦，而且干来当用伫皮肤对吧？头毛会当白泡泡无？袂使，头毛爱白啥？白苍苍啦。啊若衫咧，衫会当白泡泡无？袂使啦，白闪闪啦。衫会洗到遮清气，白闪闪。迄闪闪佫有发光的意思有无？啊会金啦，对无？所以你看咱妇女有咯无？共款一个白啦吼，无共的物件会白。佫有分对无？其实迄拢无共的白啦，白闪闪是会发光有啊吼，而且小可有透明透明，嘿嘿嘿，细的，对，细嘛会发光啦，白闪闪的细有无？会发光的啦，吼若白苍苍无发光啦，吼若白泡泡是小可粉红，有无？无共啦吼，若青顺顺甲青扁扁，即个人青扁扁啊，甲即个人面色青顺顺啦，有小像无？青顺顺是安怎？惊也是破病喎，面色青顺顺喎，青变咩青哦？青顺顺甲青扁扁就无共咯。个旗仔若青扁扁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吼，咱台语啊吼，就是有即种规则啦。若后壁有两字的，就莫甲来看头前迄块，对无？看是啥物款的意思啊？是毋是安尼？吼。另外吼，所来咱讲着吼，真侪人讲啊吼，闽南语啦吼，讲台语啊吼，就是闽南语啦吼。其实我讲啊吼，台语甲闽南语其实是无共的，倒位无共的吼，倒位无共吼，有一个所在无共啦吼，就是外来语无共啦。外来语就是讲啥物件？你接受迄个新的事物的来源啦，吼，外来语有啊吼。所以吼，咱台湾吼有足侪所在是咱台湾家己才有的，像西洋进口的啦，吼，西洋进口的吼，迄啥？荷兰豆啦，即摆因拢走会变荷兰豆啦，荷兰豆其实是啥？荷兰豆啦，所以你就知影是倒位来。荷兰人引入来对吧？咱台湾原本无济，咱台湾敢若面，无啦，迄个无共。咱台湾本你有啥物菜豆啊啦，吼，你听就知影吼，菜豆啊、麦豆啊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若荷兰豆就是外来啦，有无？吼，荷兰豆。番仔火是啥物人的火？番仔来是阮自民了。毋是啦，阮就是哪有迄番仔火去，红毛番啦，红毛番啦，所以番仔火嘛是红毛人炸入来，嘛是外来对无？好啦，这叫番仔火对无？掠刻袂倒，迄叫番仔火对无？若刻赖打啦，有人甲我讲啊吼，有人伫网络咧问啦，问讲啊吼，迄打火机的台语怎么说啦？吼，有一天呢，有一次我们烤肉，我就叫他们拿打火机来，哦，迄少年囡仔咧问，然后我就说吼，迄拍火机甲摕来，结果无人听，伊咧讲啥啦？是安怎？吼，拍火机，咱台语就一个，后来又有一个人问我说，你要让火点着，还是你要把它熄灭啦？因为台语的拍火是要互倒啦，要互花，要互花啦，对无？台语的拍火是要互花，对无？叫做拍火有无吼？所以你若拍火机是要互倒啊，要互花，对无？所以袂当讲拍火机啦，爱讲啥？赖打啦。好啦，若迄火种拢点袂倒无吼？迄个用瓦斯喷枪无吼？即摆拢用迄就一支加速迄瓦斯喷枪台语要安怎讲？毋知影无？迄叫火鸡啦。迄叫火鸡啦，火鸡啦 ，turkey 有啊，吼，火鸡啦，即个台湾拢是安尼叫火鸡啦，吼，迄支叫火鸡，嘿，吼，所以你看，足新鲜的吼，好啊，再来番仔火，所以番仔火就是红毛番炸入来，对吧？传入来台湾，番仔姜咧。番仔姜啦，咱台湾原本就无咧食姜，无咧食迄个咸椒啦，所以番仔姜是倒位来，嘛是外来啦，红毛人的，你听名就知影啦吼。担仔加咧，有人真侪人讲点仔加，迄阵毋是感仔店买会着的加，敢点仔店买会着，毋是啊，因为迄原本叫做担仔加啦，迄可能甲担仔字无输入淡薄仔关系，吼，担仔加。再来沙文咧。北部讲沙文，南部讲啥？地箍啦，中南部讲地箍，就阮遐拢讲地箍，北部拢讲沙文啦吼。因为沙文你有去买过欧舒丹无？欧舒丹的罗斯丹吼，罗斯丹的 L 一片哦，迄法国牌啦吼。你若去买伊的地箍吼，沙文，伊面顶嘿，拢会写五个字母啦 ，SAVON 啦，沙文。
沙网就是发起的迄个地壳的意思啦。啊，所以沙网是传来咱台湾北边迄边，迄个语言是对法国话来，所以叫沙文啦。沙文就是沙网啦。 吼，有无？啊，中南部就是叫地壳啦，吼，因为本体是用地，化做啥物纸，啥物我嘛唔知吼，去做有无？沙文啦，啊，闽豆啊咧，闽豆啊就是闽啦，闽啦，有无？闽豆啊有无？闽有无？迄嘛是外来，啊，闽就是已经是豆啊，想要叫要加一个豆啊，啊，台湾人就是遮出名的迄外来语，你呐，米索西路就是汤啊嘛，对吧？咱那个米索西路汤有无吼？是不是安尼？米索西路，因为外来语咱对伊的感受较无法强烈，所以会去加一个。 啊，所以吼，梅龙龟啦 ，melon 已经是啥 ？melon 就迄个龟嘛 ，watermelon 就迄龟啊。结果咱就搁加一个啥？梅龙龟啦，有无吼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连名吼就讲跳浪鼠啦，有听过？跳浪鼠跳舞啦吼，啊，浪鼠就是 dance 啦 ，dance 就是迄个啥跳舞的艺术啊，下来搁一个跳舞哦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迄就是因为迄外来语嘛，吼，外来语所以咱。 感觉较袂出来，所以加一个，所以这拢外国来的啦，有无？这拢外国来的啦，吼啊！所以请问闽南地区因的咸烧仔敢叫番仔姜？可能唔是啦，吼，因为安怎？因无受过迄个荷兰人统治，无安尼专门去用嘛，对无吼？所以一定是有因的叫法啦。啊，另外吼，咱台湾嘛有啥原住民啦，像沙巴鱼啦，有无？沙巴鱼最好食的无？吼，英语叫啥？ milk fish 啦，牛奶鱼啦，吼，讲这瘦食人上好的营养来源安尼啦，吼，因为俗啊，佮好食，佮营养安尼吼。你知影吼，之前有一阵新闻咧查讲吼，迄陆客来台啊吼，啊，人讲吼，哇，这个虱目鱼啊，好让我联想到尸体的尸，好恐怖啊！啊，台湾人就讲吼，啊无安尼啦，为着要吼趁中国钱，无咱甲改名好啊啦，吼，啊就大家咧讨论讲啊，吼要改啥物啦？我无改做牛奶鱼好啊啦，吼，对吧 ？milk fish 嘛，对吧？吼，改做牛奶鱼。其实你若安尼一改，伊甲台湾的土地就无关系啊。 因为伊是原住民，原本叫汉人来台湾的时候，原住民你讲这叫啥物鱼啦？伊讲哦，这叫马萨巴，马萨巴，啊变麻萨巴有无？麻萨巴，啊你把麻摕掉就变啥？萨巴噶，有无？所以伊就甲这个土地有关系。你若家叫萨巴鱼，甲这个土地是有关系；你若家叫牛奶鱼，甲这个土地就完全无关系。 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敢好讲嘛，唔好啦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往来嘛是啊，往来嘛是迄个原住民。啊，过来，哦，迄个，我问你咯吼，木棉花台语要哪讲？木棉花毋是木棉哦，吼，毋是哦，台语无讲木棉。我以前有一条棉歌，什么木棉刀，有无？叫扳机啦，扳机花啦，嘿，迄个扳就是写一个迄个扳顶的扳的内底改做文啦，迄个扳啦。啊，机就是迄个什么如入芝兰之室迄个机啦，吼，迄个扳机，你若去 Google 扳机，伊就找迄个木棉花的迄个图出来。迄扳机嘛是原住民语来啦，吼，啊，迄个敢若咱台湾人的才有即个原住民嘛，咱南岛语系嘛，对无？所以迄台语内底影响是闽南语无的啦。 啊，搁来咧，台湾上济咧啥？日记来啦，吼，因为台湾叫日本统治50年。我问你啦，吼，我早起伫眠床顶起来的时啊，吼，身躯顶敢若穿一领来令牛啊，吼，来令牛啦，吼，啊，我即摆要出门啊，踏一领虾子啦，吼，啊，若寒天我会加一条内裤带啦，吼，啊，搁踏一领西米露啦，哇，穿拢日记，所有穿拢日记啦，啊。 干内裤带，迄个叫什么物件？内裤带品啦，吼，内裤带品当然是台语啦，内裤带是日语。啊吼，你知影有一摆我去高雄啊吼，去演讲啊，啊，昨有一个朋友去载我，啊，我迄工吼上出门伤急，所以袂记咧夹内裤带品啦。啊，去就甲我讲吼，讲信函啊，你今仔是一个无品的人，无品无品的人，好啦，吼。 好啊，所以我穿衫穿好，我要出门啊，对无？我出门去你车顶，我先甲啥物超好势？毋是啦，咱就是较后面。第一步爱先做的是啥？咱看着后壁，迄叫做马库尼亚，对无？马库尼亚有无？吼，马库有无？吼，马库尼亚先超好啦，吼。啊，迄垃圾哦较等的啦，吼。咱先甲啥物发落倒？ 眼镜发落倒无？眼镜存落倒对无？吼，啊，眼镜若存无，眼镜若咱咧发拢无声，可能是啥物害去，目地里害去对无？啊，若开的是一直哭的，啥物物件无好，
哭相无好对吧？哭相无好哇吼，啊过来啊，就是头脑个垃圾哦对吧？好，啊所以开车嘛拢全日语的外来语哦。啊我到位啊，我要入去食饭对吧？啊我入去坐落来，迄个服务生啊先摕啥物互咱看？美女啦对吧？摕美女互咱看对吧？吼，美女互咱看，啊看了以后，伊写伫一张啥物面顶，你敢知？叫order。你若无做伙服务生，唔知 order 啦，吼，啊伊拢叫迄叫 order，啊你食嘛是食沙西米啊，阮换沙米啊，食味噌汁啦，吼，啊食拖罗啦，吼，拖罗毋是迄尾鱼仔名，迄尾鱼仔叫啥？恁知影？蚵仔钲啦，钲啦，钲啊，钲啊就是尾鱼啦，嘿啦，钲啊啦，迄条叫蚵仔钲，迄尾啦，迄叫蚵仔钲啦。啊，但是拖罗是迄腹肚啦，上有油，入口即化，迄甘落就油的，迄只上好食，迄部位叫拖罗啦。你讲老师，你拢食日本料理，别讲嘛用日本话对吧？好，咱来食台湾料理啦。卤肉饭是毋是台湾料理？是啊。是啦吼。哦，等下日本料理还袂煞咧。啊，你要切喙，你要叫伊摕啥来？哦，西莫里啦，无叫人摕卫生纸互你切喙，卫生纸切尻川的。切喙的是哦西莫里对吧？哦，切喙的是哦西莫里对吧？哦。好啦吼，啊，咱来食迄个卤肉饭是台湾料理，肉燥饭啦，好不好？是毋是安尼吼？台湾料理。啊，食肉燥饭的时阵吼，真无聊，袂当安尼飞，面顶一定有一块黄色的菜头啊，迄叫啥？塔古棒是毋是日语我咯？塔古棒对吧？啊，佮内里一定会加一块三角形的迄豆腐对吧？吼，迄叫啥？阿给，啊有人叫阿布拉给有无？阿布拉给有无？迄就是日语的油豆腐的意思嘛，对吧？是毋是日语？啊无你若是乌一地迄个啥，四角叫啥？控铺对吧？控铺啦对吧？吼，控铺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要食配控铺啊？啊无要安怎？食台湾料理敢免日语嘛爱嘛对吧？好，啊食了以后我要去运动啊啦，对吧？吼，运动，吼，我要拍网球要安怎讲？提尼斯啦吼，啊拍提尼斯，我大概我啥物物件摕出来？拉克豆摕出来啦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吼？哦，是毋是啊？啊，我毋知影提尼斯无，但是阮拍乒乓的时啊吼，迄开球的时若撞着网啊落落，迄无算，迄叫做啥？net 啦，哇，net 是毋是拢日语？对吧？运动嘛日语，开车嘛日语，穿衫嘛日语，食嘛日语，啥物拢日语外来语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咧吼。啊，这个物件，请问闽南地区敢有受过日本的统治？无啦，这个属于敢有？无嘛，所以外来语啊吼，拢会用啦。所以其实每一个语言拢外来语，恁知影？你有啥物比如咯？恁敢知影迄是啥物物件？比如咯，迄个单位啦，迄部啥物部无？比如咯啦，但是我用罗西亚语就发现我啦。我头仔就讲罗西亚语，逐音拢较后壁，我爱用伊比如咯有啊吼。比如咯是毋是？迄是毋是就是迄个啥物局啥物部？迄就是发语来啦。有无？迄就是发语来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当然外来有当时也是，就是足好用。所以日本啊吼，因伫医学，因即10几年来吼，无咧用医学名词，无咧做医学名词哦。因为啥喏？伊讲翻译你嘛听无啊？啥物叫做正子摄影系统？正子照影你敢听有？核磁共振你敢听有？无嘛？所以伊翻译，日本人讲，伊讲翻译以后你嘛听无嘛？不如直接用外来语，直接甲世界通，啊，搁来用日语来甲你解说，迄是安怎来？哇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吼，真侪人咧问讲，啥物个台语要安怎讲，啥物个台语要安怎讲？不要紧嘛，你著甲当作外来语来用嘛，因为新的物件一直出来，吼，你要甲世界食，像迄个啥诺贝尔文学奖啊，吼，迄个有人讲吼，咱著来翻做诺贝尔文学奖啦，吼。迄是啥物件？迄就是先翻做华语哇，诺贝尔哦，啊，再用华语的汉字去念台语哇，还变字词翻译哇吼，迄拢无人听有啦，敢若你听有尔对吧？所以你吼，啊，咱吼，因仔日原文就诺贝尔，你若个翻做，若只较台湾式的念法就诺贝尔文学奖啊，诺贝尔文学奖啊，有无？诺贝尔啊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安尼就好啊嘛，对无？像恁日语啊吼，因日语的爱情批。因日语的爱情批啊吼，有因的日语哦，传统的日语哦，但是因少年人啦，拢无爱用啦，因拢用 love letter 哇吼 ，love letter 啦吼，啊所以呢吼，咱买拢用外来语啊，哇，但是日语的外来语有一个规则啦吼，就是啥呢？两个规则，伊第一一定爱注音无音，伊袂当连续两个注音做伙，所以你看 truck 变拖拉库，因为 tr 是两个注音对吧？袂使，所以要加一个 o 伫遮，所以变拖拉库无？寒
度有限度有无 ？DL 哦是两个注音有无？袂使，所以加一个 O 伫中有无？变限度对无？第二个规则就是袂当注音结束，一定爱有，一定爱无音结束。所以吼 truck 可袂当结束注音，一定爱加一个有变拖拉库有无吼？限度路无？限度迄个哦袂使，袂使注音结尾，所以一定爱加一个有啦，限度有无？即两个规则啦。我当然迄是一记的啦啊。所以人讲吼，啥物物件，台语要安怎讲，啊你着用外来语就好啊，对无？吼，啊有当时啊，真倒人较听有，像讲吼松鼠的台语啊吼，当然咱有啦，叫啥？碰气啦，对无？碰气，但你若甲少年囡仔讲碰气，无定毋知影啥对无？因为伊买你碰碰嘛，对无？吼，你着甲讲 squirrel，真倒无听伊，你当做外来语嘛袂要紧啊，对无？共一个词嘛，当有外来语叫台湾的，像塔裤的塔裤原本台语安怎讲恁知？加抓伊。唔是啦，那是加抓啦，加抓啦，阮遐是讲啥？你知影？阮遐讲石旗啦，迄旗就是软软的咯，乌旗有无？吼，旗就是软软哦，啊，拢立伫石头旁有无？所以阮遐海边遐叫石旗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啊吼，你讲迄什物石旗，是讲什物？迄种其实拢无啥物人知啦。你讲塔裤上侪人知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讲塔裤大家拢知，有无？所以有当时啊，外来语的方便就是伫遮啦，吼，有无？蝌蚪啊吼，迄有人讲大道关啊啦，有人讲甘关啊啦，甘关啊、道关啊，有无？甘关啊，道就是变音嘛，吼，这都什物大道关啊、大道关啊，啥物？嘿，类似拢即种讲法，吼。内面我明仔载小概讲树袂晓要去做茶树店啦 ，online 袂使，吼。所以咧吼，啊另外吼，所以台语甲闽南语就无共有无？迄外来语就无共对无？啊台语的用词嘛真麻烦啦，我甲你讲，迄香蕉生伫树仔顶叫一姜啦，吼，啊蔓乱伫菜市仔卖叫一皮啦，啊你要食的时就变一籽啊啦，啊你若走去餐厅，互你一袋尔，是毋是安尼？吼哇，真麻烦喎，啥物伊会变，你若讲香蕉啊，一姜是啥物？啊，对哇，伊就一支水嘛，足侪皮的哇，会叫一姜啦。啊，咱伫菜市仔是安怎卖？一皮啦。啊，你要食的时，一日有人讲一硬啦，就是用豆硬啊。吼，啊，若要餐厅就是出一块，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无共？迄用词，会当讲一夫人行来啊无？袂使对吧？哦，袂使对吧？哦，阮伫俄罗斯读册，俄罗斯读册时候，拢有迄个吉普赛人，有无？吼，啊，拢会共偷、共正、共安怎？啊，所以大家足讨厌。所以阮迄个阿时去佚佗的时候，伊就讲吼，这一夫塞啦，一夫塞啦，所以无介好啦，共安尼讲。但是吼，你一夫绝对袂当加人啦，伫遮，你一定要加一个塞哇，一夫塞人，吼，塞招才会当一夫嘛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吼，啊，所以咧吼。花语啊吼，叫一条鱼啦，线嘛一条绳子，啊鱼仔嘛一条，袂输那鱼仔拢长长安尼扁扁，无细条，对无？啊，其实鱼仔嘛有扁的啊，对无？嘛有大只的啊吼，有无？啊吼，所以咱是啥物鱼？是尾啦，对无吼？啊，白白海里的虾啊叫做是一只虾啊，一尾白白海里啥咯？连面叫一只，连叫一尾。啊，路里的蛇是一条。一尾啦，一尾蛇，啥物蛇甲鱼仔拢尾，啊鱼仔就算钓，袂鱼仔就算食。因为安怎有骹无骹，无骹才会当算啥？尾啦，有骹就食，有无？蛇是毋是无尾？鱼仔嘛无尾对无？无骹啦，无骹。哦，啊，迄个啥，虾仔是毋是有骹对无？好一只，有无？是毋是咱算甲足无共诶？啊，华语啊吼，眠床嘛一张床啦，桌仔嘛一张桌子啦，吼，有啊椅仔嘛一张椅子啦，啊纸嘛一张纸，袂输所有物件拢足薄诶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台语拢无共对无？干那纸会当一张啦，对无？啊，眠床叫做一顶啦，对无？吼，一顶眠床啦，吼，啊桌仔叫做一块桌仔啦，吼，啊椅仔叫做一只椅仔，啊一只椅仔甲一条椅仔有啥无共？哦，长条。条是长的迄种的有无？吼，啊一只是安尼啦，安尼一只有无？所以是毋是拢无共？啊，华语拢一张一张从那个，对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台语的用词嘛是真麻烦的所在啦，吼。好，人称嘛真麻烦啦，吼，人称是啥物件？有当时啊吼，你注意听吼，人敲电话来互咱，吼，啊吼，咱问讲要找啥物人嘛，你就安怎讲问？
就问咱倒位要找哈，对无？我问恁吼，是咱倒位要找，还是你倒位要找？你要找啦，毋是咱啦，毋是咱要找无。啊，有人咱要甲问路无？啊，请问咱遮是啥物所在哈？对无？是咱遮是恁遐？恁遐啥物所在啦？有无？啊，坐公车的时候，迄司机会讲，咱爱给你付钱哦吼。对无？咱爱给你付钱，是咱爱付钱，还是恁爱付钱？恁爱付钱啦。是安怎要用第一人称，就是讲复数，就是咱来代替你，是安怎？嘿啦，较亲切啦，要表示咱是家己人啦，所以咱其实是啥？是你啦，客气的讲法尔，对无？啊，有当时会颠倒变哦，用你来代替咱，迄恁囝啦。哇！你看恁囝啦，哇！是恁囝是咱囝？咱囝，对，咱囝，迄个 case 是咱囝哦。啊，像要用恁台湾人啦，你看恁台湾人啊，是恁台湾人，咱台湾人，咱啦。啊，像要用你，像要用你来代替咱，切割啦哦。我人讲啊吼，做学术是为了厘清啦，做人就是为了撇清。这个我无关的，你啦，恁囝啦吼，有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有当时用第三人称来代替第一人称啦吼。我是我嘛，啊，恁爸是啥？是我啦，啊，恁祖妈咧？祖妈是我，是毋是安尼？恁爸恁祖妈嘛是拢我对无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啥物时阵用？冤家是要甲气势压人一头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咱气势要比人较悬对无？哦，对无？恁爸吼出来时啊吼，你还是迄个妈妈的腹肚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哇，缀人要缀人一头的时，就是你甲你的辈分要提悬，啊，要恁爸恁祖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这嘛有伊的功能啦，吼，所以真清是毋是拢换来换去对无？所以台语的奥妙就是伫遮吼，你若回袂清楚啊吼，足花啦吼，所以吼。像迄吼，囡仔吼，就甲妈妈讲安怎咧？囡仔讲吼，妈妈，吼，我想要食冰，我甘汤食冰啦，吼，我甘汤食冰啦，我想要食冰甘汤啦。啊，妈妈就讲吼，啊，你感冒还袂好，甘汤，啊，囡仔是要食无爱食？袂啦吼，囡仔是要食，囡仔的甘汤是袂的意思对无？啊，妈妈讲的甘汤，共款甘汤是袂还是坏？坏对无？你看，白白甘汤用起来，囡仔是袂无？啊，妈妈是坏对无？啊，你若查书底，伊用2话嘛，2个甘，无啊。妈妈，我甘汤食冰啦，一个甘汤嘛吼。啊，妈妈就讲你感冒还袂好，甘汤。甘汤，其实嘿啦，甘好汤是一个，你若直接讲甘汤其实嘛有啦。啊，就是啥咧？你爱看啥？你若查书底，甘汤是基本的用语，无啥物白甲坏哦，佫无共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来看实际上用的迄个前后文啦，即或者语境啦，语境就是前后文啦。哦，你若前后文啊吼，对起来是安怎？迄个意思啦吼。像像我咱来定来讲啊吼，啊你闲暗才较晚转来啦。妈妈若安尼讲，会当半暝3点才转来无？袂使。你然后一下车仔伫遐等你。啊，你讲妈妈，我照你的话啊，你叫我较晚转来咧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才较晚转来咧啦，是叫你较晚较早。较早啦，对无吼？啊，明明是讲较晚，但是要较早，我是这样。啊，再来吼，讲吼，才驶较紧的啦吼。啊，是要叫伊驶较紧啊，驶较慢，你着打话200咧，讲妈妈，我照你的话驶较紧的啊，对无？驶较紧的啦，较慢的对无？用起来紧速变慢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早则变晚，有无？所以就是吼，其实话语是安尼，你爱看前后文啦吼，无迄咱迄规则是规则，但是有当时啊前后文用起来啊吼。对无？就无共啦，吼，无共啦，所以这拢是啊吼爱注意的所在啦。吼，啊，我问你啦吼，啊，这台车吼，久才会当加一解油啦，吼，甲久才需要加一遍油啦，吼，有啥物无共？听就好，听就好，先免看，你爱思考，啥人无应讲义，就是因为啊吼，大家爱有听，久才会当加一解油，甲久才需要加一解油，有啥无共？倒一个意思，才会当加油的。伊足想袂，对吧？是毋是啊？伊足想要加油的啦。像阮查某囝吼，大家拢讲伊要自助加油，要帮我加我吼。所以讲爸爸，你的车哪会遮久才会当加一加油啦吼？我讲安尼好啊，久才需要加一加油啊，是毋是安尼？若讲迄个遮需要，就是伊坏啦。
对吧？伊无愿意迄个动作啦，久久才需要，对吧？是古不离种的啦。啊，若久久才会当，就是啥？我足想要做的啦，啊，就是久久才会当做起来，有无？你有注意到无？哦，迄眉眉角角有无？像咱头仔讲专工、挑工差一字尔，迄意思已经完全无共啊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意歹意有无？吼，啊，过来，你会当讲伊明仔载有来过，会使无？袂使是安怎？因为有来过是啥？过去式对无？啊，你明仔载是未来啊，对无？吼，袂使安尼讲啦。啊，伊昨会来，会使无？袂啦，因为会来是啥物意思？未来式对无？吼，所以台语有迄个时间无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？有，但是透过啥物物件？透过这个来过啊，有无？这个过有无？啊，会有无？吼，这个会就是有诶嘛，对吧？吼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就是未来嘛，啊，就过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呢吼，这文化的物件，咱拢需要知影啦，吼，咱拢需要去了解者。咱若了有美感，不管是发音的美感。也是文化的美感，咱若了有，咱就三有章头，三有章头就像咱讲的，咱就知影第一伊咧变啥物，第二咱拄着袂晓讲的事的时，咱就家己知影讲，大概啊伊的是啥物规则安尼做出来的物件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就规罐肉粽拢关起来，毋免一粒一粒安尼透，对无？所以咱来问讲，台语水水伫倒位？我就食的物件拢足水的啊，是毋是安尼？这就是台语的美感啦，吼，咱就先分享较食啦，吼，因为。